項目裏邊呢，其實九巴呢一共呢係捐出咗200幾件呢大大小小嘅零件，有安全帶啦，一啲嘅巴士嘅扶手啦，或者我哋落車鐘啦，其實呢裏邊呢都隱藏咗好多呢係其實你哋根本從來都冇見過嘅嘢。好多謝大家嘅創意，令到呢一啲嘅巴士嘅退役零件呢能夠有第二生命。我都特別感謝咧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，佢哋咧喺翠林工場嘅學員咧，亦都負責生產頭先提到一款咧用九巴材料咧製作而成嘅一把直遮。到時咧九巴嘅同工咧就會利用呢把遮咧去服務大家。喺呢一次比賽嘅作品入邊，可以拆分到一啲生產工序去交俾佢哋去負責生產咧，咁我其實就覺得係附上咗一層更加深嘅社會意義。